位乡亲，大家好，我是廖弟。今仔日要来甲大家讲笑话，如果若准备好，咱就开始。今仔日有2000人参加语文比赛，题目是用一句话表达出和平、宁静、快乐的意见。得奖的一句话是：阮某困去啊！所有评审伫咧颁奖的时阵，吼甲并且甲得奖的男甲按，一直吼一直吼。千万爱对家己的某较好，因为有时间你若倒伫病床的时阵，只有伊有权利签字呢。看是要签继续上缴，还是要签放弃治疗，也阁有哦。万不幸你若救起来啊，爱坐轮椅的时阵，只有伊会当决定是要塞你去晒日头，也是要塞你去公园洗，一直洗，也是塞落去啦。我甲你讲哦，今仔日我的爱人啊，我的老公，囡仔的老爸，伫病院，阿姨是安怎呢？阿姨伤害会说小拄着啦。医生通会当互你笑的人做伙，咱若已经到袂用你想去的年纪，医生真贵，千万唔通用健康对镜做起。最近有一个真热门的话题，一个有名的主持人要死之前讲一句话。较莫通，互你生气的人做伙；较莫通，代志足侪人做伙；较莫通，唔知影感恩的人做伙；较莫通，无咧甲你关心的人做伙；较莫通，足爱讲白贼的人做伙。互家己加我贵重，通煞人做伙会欢喜，你着通煞人做伙。不管是亲人也是朋友，若定生问题，迄就是慢性自杀。谁人互你看到的恶贼？你着避较远的，目睭刻刻都无看的，但愿住厝食糜，嘛莫去看人的面色，也满含专心。虽然你过了真好，不过我嘛袂介差啊。影片到这结束啊！恁若喜欢这撮影片，请分享顺刷订来看，就是去每礼拜按时啊点准时发布影片。刷！各位乡亲，大家好，我是廖弟。今仔日要来甲大家讲笑话，如果若准备好，咱就开始。爸啊，摕支写歹伊的手机啊，去问市理论。爸啊，你的手机啊是安怎呢？我着开飞行模式，就对你。